弟兄妹平安。哦，你那里真热闹哦，感觉三代同堂都在这里哦，有爸爸妈妈跟小朋友，还有阿公阿嬷，非常的热闹哦。那我们节问题哦，今天是什么节？父亲节。小朋友不知道吗？今天是什么节？好，是昨天啦，对，昨天父亲节很好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有礼物要给父亲哈，所以所有的爸爸等一下会有一些小礼物，那要记得拿哈。那我们要开始敬拜，所以等一下呢，小朋友要唱大声一点，然后爸爸妈妈更不能唱小声，我们要唱大声一点，把这个教会的气势都起来，然后让上帝都感觉到大家都很棒，也祝天父那个父亲节快乐。好，敬拜自己来一起来一个。非常的，我感谢你。今仔日是父亲节，感谢你创造阮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要对你讲一声，弟妹，祝你父亲节快乐。感谢弟妹创造阮，找买地上的爸爸来支持阮，养大成人，做阮好的榜样。互阮学习，感谢弟妹，愿弟妹上帝赐福阮的爸爸，无论是地上还是已经有天灵。拢赐福互因平安喜乐、稳定安全。愿主耶稣保守阮的爸爸以及爸爸所关心的家人，保守阮一家人的脚步，互阮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愿主圣神甲阮的爸爸以及阮的家庭每一个人同在，感动阮会当伫每一届的选择，拢会当做正确的决定。愿三位一体的上帝掌管阮的家庭。阮的日生，阮的历史，甲阮的教会，引带阮行用得胜的人生。安尼感谢、恳求、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得胜的灵求。阿门。好，咱即马做伙来敬拜，信心把神去。Yeah.
人，做者人是说请伊食饭，送礼物，但今仔日到下咱嘛要庆祝父亲节。愿今仔日来到咱中间的每一个爸爸，你拢有接受到一个真好的礼物，特别接受到伊要互咱的礼物，因为咱的上帝，伊是祝福满满的上帝。你若有接受到上帝这份的礼物，你一生就要无同款。咱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感谢的上帝。
主的爱里面，因为这份爱是从天而来，是从上帝而来，爸爸妈妈的爱也是从神的原相来，是神的本相，在父母亲的心里面流露出那一份从来也看不见的爱，但是它却比山高，比海深。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赞美。父母的爱也是从天而来。有你的爱从天而来，比山高，比海深，不透摸不着，谁看得见？因为有你，因为有我。
主啊，我们看见这么多的孩子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愿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从小就让他们接受到父亲你的爱，天父你的爱。主啊，让这些每一个孩子心中充满了爱长大，好让他们将来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将天父你的爱来播扬给世上许多四周围的人。主耶稣，愿你做奇妙的工作，在今天这个日子，你将你的爱满满填满每一个孩子、每一个父亲、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献上感恩在你的面前，这样子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